睇阿伯嘅態度都知佢係唔肯收 BB 車啦。我收車我唔好啊！我冇收咩？唔係去服務態度冇呢度去生活。嗱，你架車片入面可以睇到，當時車廂入面有唔少乘客，喺輪椅停放區都有乘客企緊喺度。阿伯唔收 BB 車，喺咁窄嘅通道上面確實係會造成阻礙。車長表明唔收車就唔開車，阿伯就對上車位置表示不滿，同時指責車長服務態度唔好。我服務態度差，服務態度真好。你問下其他人啦，成車聽到。嗱，所以有邊個點嘈啊？我有收嚟㗎。我如果上嚟冇收，我夠咗鐘開車㗎啦。我話俾你聽，等埋你哋開，嗱我開半邊。你有冇開到先？你有冇睇成車人啊？係啊，我咪睇到咯，就喺搭第下架啦，唔該。如果唔係我就報警。報。落車。唔多啊，人哋攞晒啊！搭咗2蚊。你1蚊咪落車啊！趕時間啊！咁講少兩句啦，趕時間啊！點解你話聽到講屌我冇？擾攘近2分鐘，阿伯都仲未收好車，不停咁同車長對鬧，其他乘客都忍唔住圍攻阿伯，而最後，我哋落翻車，走啦！我唔想過你。唔落，係講到落嗰陣係落咗。咁你就話我因為呢個趁嘅車出嚟翻，唉，真係慘啊！真係人哋。自然係所有乘客都要落車啦，轉搭另一班車。唔少網民留言批評阿伯，同時讚車長做得好，為全車人嘅安全着想。其實根據九巴乘客須知，車長有權要求乘客收起 BB 車，而根據法例，乘客係唔可以故意阻礙司機，另外亦都唔可以用不良嘅言語作不守規矩行為。2項控罪都可處罰款3000蚊同埋監禁6個月㗎。